国立政治大学携手东森集团将投入原民文化的影音记录。启动仪式中，东森集团总裁王令麟亲自出席，并表示，东森长期投入原住民慈善活动，为原住民学童提供的爱的早餐服务已经迈入第15年。这次将由东森直销电商出资500万元，与政治大学原住民族研究中心、金钟奖制作团队共同合作拍摄原民的文化、美食等相关节目。我们由东森直销电商 EasyCare 出资500万元，与政大来共同拍摄这样的一个纪录片的方式来合作。在政大长期以来已经对原住民做了很多的研究，那如果能够把它拍成纪录片，它对原住民的文化资产的保存跟传承是有相当重要的一个方向。我想这个今天是第一次，我觉得将来应该可以持续的走下去。这项产学合作计划是由曾经担任过东森集团副总裁，也是政大副校长的赵怡担任幕后推手。政治大学郭明正校长全力支持，并指出政大位居台湾原住民文化研究的龙头地位，透过学术研究，让原住民从9族达到16族。此次透过学校与业界的携手合作，来深入传承原民文化。政大在这上面一直在努力。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一个最指标性的大学，我们绝对不会缺席。那我们一定会重视，整个原住民的这个研究教育。我们目前是南岛13个国家地区南岛论坛的执行大学。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我们不只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，我们更是南方文化的开拓者。东森集团总裁王令麟特别感谢政大的支持，期待透过此项传承计划，趁着原民耆老凋零、文化失传之前，能尽可能的留下珍贵的原民影音记录。之后也将透过节目的播出与宣传，来带动原民的观光文创产业发展。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。